概念就是要主耶稣。人们走过我身旁，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，走向未知路。人生路程极艰难，整日心空虚，欢笑也是心哭泣，耶稣能医治，太可惜要主，爱的需要主，的梦想我没给死，因为你开路，你都需要主，爱的需要主，乃是爱的上帝，爱的需要主。主为我们发真光，新时代对错不分，有何代价显太高，向世上人传福音，让人们背负重担，他以爱同担，只有我们能传扬永生的真道，爱都需要主，你都需要主，